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喜来耶。今家年呢，我买水果抢出清方便，去店面好买就有诶。也因为安尼，很多人唔只讲自家买嘅抢水啦水果都係对哪来嘅，也係講佢樣板種出來嘅。今晡日呢，我哋真歡喜邀請到一位喺農村生活多態嘅細阿妹嘅徐燕子小姐嚟到現場，來分享佢喺農村地區到底有發生過乜嘅神奇啊，又係辛苦嘅故事。而家我哋就夾夾來分享佢咯，係分享Noni徐燕子。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Noni徐燕子。歡迎Noni，今晡日真歡喜來到現場，等下來聽講農村嘅故事咯。講到農村，唔辦事都睇農村睇嘅嘛。從小到大都是在農場長大。哦，你哋農村一睇法嚟啊？差唔多3-4甲。哦，3-4甲，按睇法，你哋農村係種乜嘅咯？我們比較特別的植物是諾麗果。如係你嘅名嘅Noni嘛？Noni啊，佢一個Noni到底係乜嘅水果？其實搶水也係水果。佢算一種藥用植物。哦，是不藥用植物？對，藥用植物，它是比較是以大溪地那邊的原住民，他們當做藥用的一種植物。那其實我們恆春在200多年前就有原生種。啊，喺恆春200年前就有嘅哦。啊，用種乜嘅以前都冇聽講人哋種嘅東西。佢嘅米絲龜塊皮，大家可以批看咯。哦，如唔帶過來也就都嘅搶色咧就係Noni嘛。係，佢都係Noni。哦，啊，佢啲打搶色嘛？佢愛做加工。嘅加工，好啊，安尼等下我哋都會上看下先，佢唔帶過來嘅Noni吧。啊，除了Noni，你哋農村地方還有種其他嘅東西嗎？係搶種Noni啊？安尼還有種鹽筍嘅，還有木櫳嘅，還有雜糧。啊？雜糧哦，雜糧嘅部分，啊，雜糧係乜嘅用食嘅農產品呢？紅梨。哦，鳳梨。對，紅梨。哦，木櫳嘅係唔係我哋之前談過嘅五環子啊？係，都係五環子。啊，談可能你農村地方種嘅東西同偏年呢，其實冇乜共用呢。因為一直在找就是代替檳榔的作物。哦，對，所以才找到這幾個比較適合南部天氣，還有適合這邊的環境的一些作物。嗰種農村最頭下嘅時節，唔係種頭都講緊有條農產品，係種檳榔嘅，錯冇？以前呢係種檳榔。哦，因為我算是檳榔養大的小孩。因為那時候大概1個禮拜的產值可以買到2部 BMW。買到2台 BMW 嘅車。差唔多，係，嘅時節價錢幾好。哦，人盧卡有1台。我哋同你講隔壁人家。哦，隔壁人家。盧卡。哦，唔係人盧卡。我想講，講買到2台，人最少啊，談可能人有2台。買搬運茶。哦，人種檳榔係對爸爸，也係對阿公嘅時節開始種嘅啊。阿太嘅時節都開始種嘅。唔叫嘅哦。你對人來講，檳榔應該親有感情，也係親有故事啊。應該講冇上課嘅時節，因為盧卡吞書砸牆誒。賺零用錢。我以前小時候賺零用錢的方式就是採檳榔，大概採3斤就有500塊。哦，3斤都有500個元。萬這啲零用錢都按你來嘅。對。冇吞書嘅時就冇零用錢。冇零用錢。你談風來真辛苦呢，就是人家在撩嘅時間，你睇個吞書。砸牆誒。你講風來，你睇盧卡，按睇法嚟演呢，你嘅工作按用嚟分配啊？按你的工作，爸爸比較是在生產端，就是在種植啊，然後採收這一塊是他負責。那我可能是中間跟廠商的聯繫，還有跟做外銷的銷售的部分，這樣子。行社會方面都搞本嘅。唔過我聽人家朋友講哦，嘅工作，那講這個工作係雜工啫嘛。係雜工。重工，怎麼跟用個工這個係重工？因為剛開始啦，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去摸索。對啊，也是要從頭開始學，所以什麼事情都可能都要去觸碰這樣子。你談風雷其實唔會，其實講風雷過辛苦啦，不過學風雷之後全部都係自己嘅經驗嘛，錯冇？算風雷之前你出去工作過嘛？也係萬事都帶到喺農村地區工作嚟呢？咱唔會想去睇盧卡。
唔上地都卡，唔上地都卡哎，糖都给奇妙的地方哎哟，怎么给万岁都太提农种太这个唔上留在提农种呢？也是需要一点学习的空间，因为其实待在同一个环境还是有点枯燥乏味，然后可能会想要到外面先去试看看，对啊，有不同的经验，再回到家里这样子。哦，不过今天唔听农种的地方呢，唔免讲我出去吃看下先嘛。哦，吃看到过来，已经回来。吃看到过来，嘿，出去哦，一年我看下来都过来嘛。6年的时间。一多年啊？6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哇，也唔会算短呢。过来之后同出去之前，安尼比较好嘞，有冇个想法吗？有冇个改变吗？冇个想法的，应该从你那沟通上面，还有一些经验上的累积，一定会比在家里还要多。哦，爸爸的经验的方式同娘的方式有冇个目相用吗？目相用。伊迄个理想化。理想化。对，理想化。用的讲理想化，可以分享一下吗？谁来的想法都天马行空，比较想的做梦做的比较大。哦，你去做梦去做用房的梦啊？比如想那个度啊，如迄脚步跟不上他。比如讲，佢想要盖民宿啊、建工厂啊之类的。对，但是我会觉得一步一步慢慢来会比较好。嗰时候这个经营方式同爸爸目标的部分，你比较务实嘛？你用的来做一条规划呢？然后去上课，因为自己的本身这一块可能就是比较陌生，对农业这一块，那我就会去上课啊，然后请教老师，还有去跟朋友多多的互相交流这样子。你规划谈风嘞唔会差，不过实在讲做经营的时间都有多多困难嘛。几多困难？几多困难啊！分享一下有多嘛嘅困难，会不会影响过怎么嘛？因为回到乡下几乎没有年轻的朋友。全部都狗子诶，全部都年纪比较大的中批啊，同对，你自己有感觉不适应吗？刚开始会，因为其实大家在农村，大家都是在市区就业或是求学。那其实在，我们社区啊，就以我们社区来说，大概都是56岁以上的中年人比较多。对，平均年龄都是比较高龄的。对，所以在跟年轻人交流这一块，可能就比较缺乏。你出去同沙奇地其他嘅种批交流的时间，讲到农业、农产业块的时间，今日冇讲啊，你哋细阿妹按后生讲嘅人全部都唔得讲乜嘅。可是每位安尼，唔过攞做俾人看。嗰時候農人講嘅做出本給人看，就係根本你帶過來按圖片化嘅無相關嘅視頻，錯嗎？還有比較軟體的部分，就是可能是在流程的規劃，或是一些社區內部的一些活動。對，讓他們參與感會比較高一點的活動。好啊，談風嚟都淺成淺嘅，不過等一下呢，我哋還有時間嚟同唐來講，更加呢，我想講一條東西，一條視頻啊、影像啊，是可以麻煩來介紹一下我哋順勢嚟創業嘅面試好冇？冇問題，冇問題好啊！安尼第一步我哋來送乜嘅呢？可以先送看咯，一個金磚口味，它是用鳳梨乾做的吐司。鳳梨乾做一個麵包，係我順後一個一盤底杯，哪一塊啊？底杯有鳳梨乾呢？你可以 P 給米絲。應該係一個有清香嘅鳳梨米。我哋要先試過先，唔順勢同人講，做埋佢上來做一個麵包，好嘛？好。一個鳳梨乾係用我哋沙琪嘅鳳梨，金鑽鳳梨。今年因為今年呢鳳梨盛產過多，那他們可能就拿來做果乾，那就把果乾的部分放到，就是跟麵粉一起做成吐司。那就是做成像鳳梨酥的感覺，它上面其實吃起來有點酥酥的酥菠蘿，對，吃起來就是跟鳳梨酥跟麵包的結合。我哋也真是有個鳳梨糕嘅面線呢，唔過唔能種啲東西種得好，怎麼可以上來做一個麵包呢？因為做麵包係愛興趣，愛興趣。對，我喜歡做麵包。唔可以做個麵包師傅啊！
因为我是想说，把自己家还有在地的食材，可以做一些发挥不一样的产品。对，那我就是去台北学做面包。其实是因为不想待在家里，你讲好了也去想讲出去看一下。对，去出去看一下。除了个像凤梨糕嘅面包，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係乜嘅叫咩？伊个係飯酸呢？飯酸呢哦，觀眾朋友，頭到是咧像鳳梨糕嘅面包，人家咧人試看下先，飯酸口味到底有乜嘅神奇嘅地方吧？呢，個飯酸也係這個菜體中嘅嗎？也嘛係菜體中嘅飯酸。那這兩個果乾的農友，他們都是因為比較響應現在就是對環境的保護，所以他們都是以無毒栽培的方式去栽種他們的水果，所以我們就想說拿他們家比較健康安心的食材來做一些像是麵包啊、加工品啊，對，就是反映現在大家對健康的追求這樣子。真是你個麵包是講嚟嘅。水果嘅香味啊，青春嚟像頭到時咧嘅鳳梨啊，有先像嗰個鳳梨嘅米絲，頭到時有個飯酸，飯酸嘅米絲也青春就能去用新鮮還是用飯酸嘅乾啊？飯酸乾哦，兩個都是水果乾。哇，觀眾朋友，當你今日錄卡種嘅東西真特別呢，連今日做嘅麵包也真特別哦。唔過等一下農場直播還有乜嘅神奇嘅故事呢？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上一趟我哋食嘅農里帶來嘅好食嘅麵包，還有其他嘅東西呢，讓繼續來請農里來介紹咯。農里，你頭到食嘅好食嘅麵包啊，除了麵包之外，你還有乜嘅新嘅食品呢？哦，是係麵包，而是茶。是茶。也係農里茶。農里茶，奶皮啊，也比玻璃皮嘅地步嘛，茶包嘅。茶包嘅。哦，農里做茶包哦。是把它根莖葉烘乾製成茶包。你可以先聞聞看它的味道，很特別。跟一般的茶比較不一樣，佢冇像嗰種茶有嗰種用嚟講茶味嘛，佢先像有一種佢這個清特別的米絲，是烘落有時把甘甘，唔會苦呢，係甘呢，甘甘啊，有一種焦糖的味道。哦，錯，就有一些嘅焦糖嘅米絲，清酸呢。可以試看咯。唔過，有個農里做茶，佢會唔會真困難啊？做茶佢係用佢嘅根莖花果葉烘乾製成的茶包。哦，就根莖花果葉全部都可以做茶。對，它整株都有它的效用在。好比藻類啊，大比綿啊，呢都可以做泡茶嘅。真實嚟講，其實係對人哋有冇嘅幫助嗎？像它都是嗰個茶，因為對男性的攝護腺非常好。有個利尿。還有其他嘅底酸是比較是抗氧化的一種水果。哦，我覺得我之前做乜嘅人家講果茶有冇像果醬嗰種嘅果茶，冇想到可以用一個嚟做茶包呢。因為佢嘅米絲糕，一般人比較不能接受。等下你可以批看那個酵素嘅米絲，如係農里糕佢本身嘅米絲。哦，也比。糊嘅，你會酵素嘛？酵素。我覺得暗號有帶個酒嚟，農里可以做個酒嘅。別酵素。哦。它是用它的果實發酵4年半，然後是用陶甕發酵的。它用它果實然後沒有加其他的一些複方的水果，就單純是農里果。一個係用嘅農里去發酵做出來嘅酵素嘛？酵素。你可以批看咯。我睇到有批嘅，哦，嘅米絲實在。你沒有覺得很熟悉嗎？有清熟悉的米絲，唔過我講唔出來佢係乜嘅。人家講嗰種有嗰種粗卡燒嘅米絲，沒有嘅細年嘅幼年嘅米絲。有槍，我感覺很熟悉。唔會啊，所以可能先佢每天佢食烘落嘅米絲冇共用啊，怎麼？好啊。先含一點點，再慢慢的吞進去。你底部有加鹽嘛？鹽冇鹽，是烘嚟鹹鹹呢？它是它發酵的果酸的味道。哦，觀眾朋友，一個農里糕嘅酵素實在特別是真特別呢。譬如講哦，冇像正常嘅人哋食喺果醬嗰度會有清強嘅米絲啊，反正有一股
乖乖的米是讲唔出来。不过说下伊，好生呢，所以讲有时摆咸咸，有时摆甜甜，又有咸咸的米是，唔会差呢。啊，也给酵素，两个做1久啊。差不多4年半那时间。4年半用其他的果吃起来去发酵嘛？用它的果直接在陶瓮里面发酵。本给发酵4年半这样有。它的味道啊，跟它的那个浓郁的那个果酸的味道才会释放出来，还有酵素的营养成分。哦，糖去按好个，搁试一下。安尼讲讲能按好的食品啊，用来去推广遐个食品呢？可能会去参展，然后也有去找通路，找有机的通路，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搜狗啊，就是像百货公司，他们有什么展售，我们就会去参加。不过也跟努力酵素安提贝达，你试过人有冇个特别个反应冇？能去推广的时间，有多多可能有回馈，讲原来有个乖乖，迄唔系奇怪的东西。因为其实这个诺丽果它本身，其实在大概10年前左右，大溪地那边做直销是还蛮红的。那阵子台湾还蛮流行喝酵素，然后诺丽果那时候也是蛮红的。那其实会知道的人是他其实平常就有在喝，在做保养。那其实我们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喝它在做保养的。哦，对。啊，后生人也喺老人家食嗰度。农油呢？农油，对，冇比高关那些。中年人人数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其实单价也不便宜，所以就是中年人他其实会买来做身体保养的一个保健食品这样。头头用讲，除了要个酵素之外，诺丽果还有做嘛给其他的食品吗？奶奶有做粉，是给宠物用药，他们可能小狗狗会有皮肤病的状况。那它可能是把诺丽果粉加到那个胶囊里面，然后给狗狗吃的啊。做给药丸的胶囊，它本给我是，对，可以治给它皮肤病。对。除了安尼，想到也个诺丽果安提配啦，有想过同佢加你也个面包碟来做吗？因为米稀唔会改好，所以用啲果茶。加到面包里面，或是茶叶加到面包里面，那个味道就比较特别一点。你讲好了，基除了做发酵啦、做茶，那里还有别的方式可以生吗？你可以煮鸡汤。对，因为它的酵素的成分是凤梨酵素的800倍。对，诺丽果它本身的营养素是非常高的。那它其实煮鸡汤，它的酵素成分就会释放出在鸡汤里面，所以那个鸡汤喝起来就会特别的鲜甜。那也没有比较没有那个诺丽果它发酵的味道，煮鸡汤就比较没有那个味道。我就是免讲头头说的跟诺丽跟米是安提的啊，煮鸡汤跟鸡汤有出卡小跟米是那个食品。不会，而且还特别的鲜甜。安样会煮啊？迄诺丽果一道的分量啊，加进汤安样会煮？差不多5人份的鸡，差不多1只鸡用4颗诺丽果。加点那个枸杞啊，然后黄芪啊，这些下去煮，然后就可以煮出一碗很美味的鸡汤。吃起来都安尼，不是削皮，不是嘛个细香的都接下去，当天薄的底部炖都可以嘛。对。哇，你不只是给农里的鸡汤吗？鸡汤，妈妈几乎每天都会炖。可是咱会像安尼3暗果胎嘛。对，提升免疫力。对人是改好不错的。对。不过也个鸡汤，用会想到从哪里来煮也个鸡汤呢？因为也个米是安提配。这个就说到一个故事，就是之前会有餐厅的厨师，他们可能会就是直接到在地会去找一些他们要做食材发想的一些产品，那他们可能就会找比较特别的水果啊，或是一些蔬菜那些东西。那他们到我们农场发现诺丽果很特别，因为他们没有看过，那他们就把诺丽果带回去做料理的研究，然后他们就做鸡汤跟意大利面，然后发现意大利面的味道其实没有这么好，那反而是鸡汤的味道非常的突出，这样子。对，后来就是请他教我们做这些料理。对，他再跟大家分享。可是有个料理其实也算是你们家的独门料理不错的。对，是的。
了解讲好了，你卢卡嘅农产品，係算更加有講有機嘅嗎？有机，对，我们的有机农场到现在已经经营17年了。哦，你的那个有机的经验也是会长呢，17年呢。他们都17年，可是在种槟榔，后来就转型，然后再种诺丽果，就有机栽培的方式种植这些蔬果。对，佢是種農，你佢是都係有機嘅嘛。對對對。哦，不過頭上一趟人哋有講到講，你盧卡過來之後，除了種一啲農產品啊，你有規劃講做一個休閒嘅農業結合觀光，你喺農業嚟做一個觀光休閒業塊啊。業塊會從無感的體驗，讓消費者知道我們現在做的有機，還有農業這一塊，還有比較重要是食安的部分。對，因為現在大家都是要吃的健康，那我們就從糖的度、空的度、濕的度、皮的度、苗的度，讓我們消費者從這當中，我們活動當中體驗這些感覺，這樣子。咁你安尼可以請我分享一下呀，5種感覺係哪5種感覺？夠詳細一些，大家應該夠有興趣哦。一進到農場就可以看到我們種植大概10幾年的高大的樹木，那其實空氣都非常的自然天然這樣子。然後也可以看到我們就是以有機栽培的一些作物啊，然後因為沒有噴灑農藥，所以看得到一些蟲，然後在我們家也可以看到貓頭鷹，對，然後也有看得到那個松鼠，就是比較自然的景象，然後也可以聞得到諾麗果在發酵的味道，對，然後也出卡就給對出卡就給米西。那其實，在園子繞完之後，還可以品嘗就是農場的一些像是麵包啊，或是酵素或果茶。然後我們最後還會再做一個體驗的過程，比如說像是無患子，我們就會教大家做無患子的手工皂，對，所以在這五感上面，我們就是在這裡做了一些比較設計、一些比較有趣的活動，這樣子。嗰時有個5種感覺係想出來的嘛？對。哇，因為你盧卡嘅環境暗好，啲萬世都睇睇嘅生活，嗰時唔會想到從盧卡農業嘅地步，就暗好嘅空氣啦、奶啦，要到做一啲統合，規劃出一種無感嘅一個體驗，錯冇？對，是的。哇，觀眾朋友，唔講5感嘅體驗呢，真神奇哦！唔過你用到底係乜嘅？等下我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繼續來分享咯。上一趟我哋認識嘅諾麗安提配嘅水果，唔過到燕子見嘅盧卡，園內地位到底有乜嘅好搞嘅呢？接下來向燕子嚟介紹一下咯。諾麗，安能去你嘅盧卡可以搞乜嘅呢？我們大概都是以年齡層來區分，然後設計不同的課程。那像是國小的小朋友，我們就會讓他探索自然的一個方式，讓他先了解，大自然有什麼樣的植物啊，有什麼樣的昆蟲，那他們可以去找，我們會有製作學習單，那他可能就是在我們的農場裡面，就是玩遊戲的方式去認識一些植物跟昆蟲，那可能是像大學生的部分，他們可能就是在職業上可能會比較需要，就是想要了解職業這個部分，那我們可能就是用職人夢的這個方式，就是讓他知道我們這個職業大概要做什麼樣的工作內容，然後加入一些，比如說像是加工類的一些活動，比如說像手工皂在製成的方式啊，然後在它我們要怎麼去採取這些材料，然後當中他們可以學會這些東西。對，那還有一次是在像是親子團的部分，我們可能就是比較設計是可以在他們親子互動上面可以做比較多交流的一些活動，這樣子。用嚟做佢哋互動嘅發通，能用嚟啥嘅？例如像現在剛好是高麗菜的產季，那我們可能會帶他們去採高麗菜，那可能在活動上面，我們就會就是用一些比較活潑的方式，比如說就是問答，然後親子都可以一起參與，然後他們採完的高麗菜還可以帶回去煮火鍋，或者就是在農場就是直接開 party，就是煮火鍋這樣子。嗰時候可以規年嚟聽人農場見你哋會搞到錯嘅。對，安尼報名
迄年yen呢伫要了，年有限定讲一多年可以入去吗？差唔多40多年。一团100都可以40多年。40多年。啊，一天会40多年嘛？像我朋友啊，我们卢卡唱2、3年总唔得嘛。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现在这个部分还不是这么的成熟啊，就是在接团这个部分，对，所以我们还在努力当中。那可能就是朋友团的话，我们就是采预约这样子。哦，反正人多人少，要某一天让你们还来吃宴，反正先打电话同人预约联络一下，我帮你们有准备。啊，不过你们谈好了一个流程，像有成年的啦，有太后生啊，有卢卡亲子的嘛，按都样态，按能有民众过去体验过后，给人有没有反应？体验过后，那都是比较是帮我们做口碑的行销，那就是对，就是可能他们大人会觉得，有得玩又有得拿，他们就觉得很喜欢这样子。哦，啊，你有帮我过讲印象过怎么？因为你有讲带给人去10个鼓励吹嘛，啊，有其他成年的啦，也系家长有帮人过印象过怎么？有发生过嘛个神奇的事情冇？有可能冇10个嘅鼓励吹啊，可能发生过鼓励吹带回去用嘅唔会做用嘅。因为我们在每个课程当中都会先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有机啊，或是有机的环境啊，会做一个介绍。那像小朋友他们可能在农场体验过后，校外教学体验过后，回到家里他会跟爸爸妈妈分享说有机的观念，还有就是他们在吃的这个方面要怎么样，他会直接跟爸爸妈妈就是教导爸爸妈妈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正向的一个方式。哦，就算是一个食农教育的发通，对，安尼本期到10年呢，你去只有给人认识的，反而他们回去会教这个爸爸妈妈安尼。哇，啊，人家来报名参加你过多吗？都是学校会有配合的，比如说他们可能1个学期就会来2、3次，对，然后国小到大学都有。啊，嗰时候就同学校的批号都做诶。对，同学校。啊，你迄年嘅可以撩，又可以拿，啊，都在生猛。可以啊，我们会有风味餐，比如说中午的时候会用我们自己农场种的菜，然后还有社区的水果做一些就是熟露菜这样子，就是做比较特别的餐点这样子。哦，啊，嗰时候迄年嘅先预约之后，都可以食得到按好式的风味料理，就像头头讲的个糯米鸡桶也有嘛。对，糯米鸡桶，还有凤梨酱意大利面。凤梨酱意大利面。对，凤梨酱意大利面，有没有听过？我冇听过，我冇谈过，也冇试过。用客家料理菜这样子。真是嘞，新的客家料理菜。对。啊，也是你们自个想出来的嘛？对，就是我们一群年轻的朋友们一起想出来的。我们会比较以就是在地，然后比较健康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料理。那这些食材我们就会找我们自己家里或是附近的农家他们的食材作为一个发想。那刚刚想到的那个凤梨盅意大利面，因为凤梨盅其实是我们客家人还蛮常在厨房用到的一个食材。那我们会想说因为通常都是煮鸡汤比较多，那我们想说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吃比较不油腻的，就是传统可能就比较油腻一点。那我们想说，就是以比较轻食的方式来做呈现。那我们就是做凤梨盅的意大利面，那时候也是尝试了蛮多次，那就是调整口味之后，就大家一起这样子慢慢的分享这样子。哦，啊，除了那个意大利面，还有其他的料理吗？可以全部介绍一下。还有唐红的亲戚配青老师呢。我们现在最推的是可可。对，我们那边种很多可可亚，然后我们是做甜的甜食，比如说香蕉，我们那边有香蕉，那我们是做香蕉巧克力披萨。用着巧克力披萨，是，哇，香蕉巧克力。对，然后再结合我们还有一个是做花生酱的，百年老店，那我们就是结合他们家的东西，然后也是年轻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发想一些料理这样子。哦，哇，真特别呢！安尼，谈好来迄全部人向上个乡下来上出一条行程啊，也係講一條料理嘅。啊，你們當初怎麼個原因會一群向上個睇下嚟上一個流程啊料理呢？
因为我们都很孤单。比如像你之前讲的，喺乡下都的地方做农业啊，像后生人是过少，全部都老人家。啊，老人家今日可能像会种东西，唔会做一种新的行业嘛。啊，也就后生嘅乡下的时间，我想到除了料理，啊还有乜嘅规划冇？因为我们年轻人里面就有好几个，以前都是不同职业的，比如说有厨师啊，然后也有设计师啊，然后也有老师，所以大家就可以利用不同的专长，在这个领域里面发挥。比如说像我们就会去找食材，然后就请厨师帮我们做一些料理的研发。那有的会设计的，他就帮我们做一些伴手礼的包装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就是互相的帮忙这样子。你们嘅风味料理嗰种你去嘅时候会讲，还有点嘛嘅点嘛，就是指定要吃那一道菜这样子。啊，那一道菜最火啊？糯粒鸡汤是比较多人点，因为它的比较少人吃到这道菜。对，比较特别。嘿唔嘿？你这个捧出来的时间，你就同大家讲，吃的有个鸡汤就会上到同来姜用饼、姜用果、姜用暗酱，各种进东你会都一定会点。对，然后它的特殊的味道会让人家觉得还蛮吸引的。大家吃的一个风味料理之后，会不会还会继续回来点一个风味料理吗？风味料理嘛，对，就是大家还是会就是想念这个味道，就会想到我们农场再走一走这样子。是到的就想到一定要过来再吃一摆安尼嘛。是。除了一个行销啊，能做料理，做一个流程啊，迄种能给除了农场地方，还有可以做得用的料吗？因为咱沙起还有摆在农场，弄迄种某种的水果，还有花卉跟蔬菜都有。那他们各自的农场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活动。那我们就是会连接其他的农场，做一个比较是整合性的游程。就大家可以来到这边就可以玩好几个点，然后玩到不同的游程这样子。你一年可以了的系嘛？摆在农场呢？摆在农场差不多要4年。4年你可以天天的料，也还分某种因为梯次的料嘛，比较深度的去体验。你样子，那把跟农场结合起来有上，也可以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大家谈到一个吹料啊，现在是一定挺有兴趣的啊，好吗？摆在农场代表就是红色是红宝石，那他们是种红龙果的。那黄色是翁梨黄宝石，那中宝石就是可可亚可可。那还有一个是黑宝石，就是黑珍珠莲雾，所以我们这几个农场都是各自栽种不同的农作。那其实，在游程部分，我们也是用我们客家的一个酿造，以酿为中心的一个启发，所以我们就是用酸甜苦辣咸带出这几个游程这样子。就是一酸甜苦辣哈，对，像比如说，我们还有做酒酿啊，也是客家的一个比较客家式的酿造的一个食材，然后还有做麻油，还有做辣椒酱油这些。那其实我们的流程都是搭配着这几个产业在做一个设计，这样子。不错，大家可以相信那一农场啊，可以先同那个联络，啊可以去配合一个某种的流程，去从某种的料理，也可以提配的农产品，做吗？是。也全部很难后生的这个想出来的。对，我们年轻人就是会一起参与，然后一起讨论，然后互相帮忙这样子。哇，实在冇简单的，后生的可以按重新按提配的想法。哇，今日燕子带来按精彩故事，也是到按提配的料理，尤其是农历哇，披头士都本来提白印象鬼子么？希望大家来到内埔东片村的时间，可以去燕子跟卢卡演的地方聊聊一下，也希望大家继续同你后生的来支持一下哦。感谢燕子，今日请感谢你。多谢大家，欢迎来聊哦。我哋喺聊之前，继续我哋陈顿老师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了。我是我介绍，我往真向来自屏东演唱车向自己导演屏东分会，另外一篇是纪先生，一篇是陈先生。
今仔日同較簡單介紹呢係佛經曲座，佛經曲座呢係心創功法，心創功法係要去運用講我哋讓嚟去壓縮嚟對我哋嘅胸腔同我哋嘅肺腔啊，俾我哋嘅心創發通過去時，今日觀眾朋友聽我哋嘅兩隻腳稍微打開來。松樹哪方來？茶杯搖的方。我哋做嘢嘅呢，先對前面，可能我第一道看都唔怕，過去呢，我哋再對後背，樹棍對後背，對前面來，松樹變松來，再然後呢，我哋樹枝吸球來，變嘅我哋呢下一句行。再過來，我哋胸前向前面轉，轉的時節對於講我哋嘅樹棍轉的時節，摸出啲我哋吸氣，下來的時節那吐氣，樹棍向後背，後背向放起來，我哋可以吐氣，慢慢嚟到吸氣放起來，總會嚟過後，係咱嘅樹枝變下來，也有3個動作。變嘅時間呢，經過第3個動作，我哋嘅樹棍變嘅鏡頭嘅中間，樹棍搖放起來，頭拿向後背，樹棍對後背。等下來嘅時間呢，我哋咧下最啱先數，我哋咧胸前下靠到下邊上，再一次我哋咧樹棍。打開來，下最啱數，胸前變上來。向後背的時間呢，我哋嘅樹棍點對後背，我哋要跳過索嘅嘛，對後背，點對前面，順的下來，也係。佛經曲座心創功法，伊嘅重點呢係開我哋嘅心創，我哋呢幫我哋心創發通過嘅。觀眾朋友所講嘅，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呢，當我哋呢兩隻腳打開啦，我哋企喺下邊上嚟，我哋數參搖嘅時節，我哋自己按嚟做嘅時節，我哋一方面我哋壓縮嘅時節。我哋咧講嘅唔好按嚟嗬，我哋咧胸前變上來，慢慢嚟上去嗬。對前面我哋按嚟做嘅時節，我哋觀眾朋友願意做嘅時節，數碼都插到嘢嗰邊咧按嚟，好嗰邊咧按嚟做。按嚟做呢，我哋冇法度，我哋呢樹喺拿開搖嘅時間呢，我哋按嚟做係樣講，而喺我哋呢鏡頭，我哋呢樹棍啲嘅啲，冇法度講我哋用我哋呢樹，我哋用我哋呢眼神去轉，好也吸氣，轉對講我哋呢胸前樣，比我哋呢氣頭個太白。
既然讲迄神创功法嘛，我哋都一样嚟去按摩到我哋咧想，注意到我哋咧数，唔好离开我哋咧腰嘅。天野通常呢，喺我哋咧数哪行嚟时节，我哋咧数字卡球嚟表喺我哋咧下肢骨行，表喺我哋下肢骨行咧，我哋按嚟做嘅时节喺我哋咧胸前，胸前要去表上转。对啊，我哋呢胸锁关节表上，胸锁关节表上呢，我哋呢画图做，讲嚟我哋呢，有位观众朋友，我哋表喺下肢骨行嘅时间呢，我哋按嚟做嘅时间要讲，有位观众朋友会做到按呢。树木画图表喺我哋咧下肢骨行除下做位邊咧，我哋咧樹棍會拿出來。我哋有人講，我諗到我可以按嚟做嘛，佢按嚟拿頓上夫按嚟做嘛。其實拿頓上夫做唔係講唔嘛，因為我哋撞喺度呀下肢骨行咧，係訓練我哋一隻伊嘅肌肉，講我哋一隻空間。我哋一隻有人講有陰白骨，我哋呢陰白骨應用嚟去打上來，只可以利用我哋按嚟做嘅時間，我哋呢陰白骨打上來。所以我哋喺講拿頓上夫，我按嚟做可以嘛？唔係唔可以，我哋都無法度去運動到我哋呢陰白骨，我哋陰白骨冇打上來，或是我哋呢胸前，講我哋呢頸度無法度表上，所以我哋表喺下肢骨行，我哋盡量講啊。表上來，安尼嘛唔怕，當安尼嘛主要唔可以離開人下肢骨，我哋可以安尼疊對我哋呢一隻椅，安尼轉嘛係可以，因為有啲人咧樹棍講硬，無法度表喺下肢骨行，我哋表喺一隻椅安尼做，也可以，因為表喺一隻安尼做，我哋睇我哋咧，向後背。天天嚟向後背，慢慢嚟表上來。既然我無法度表喺下肢骨，我表喺安尼好也係可以。第三個通常嚟都講我哋安尼廿行以來時間，我哋手腳啊卡住表喺我哋嘅頸頭嘅中間。表喺我哋嘅頸頭中間嚟過來呢，我哋係主要個層嘅意思。表喺我哋呢，人嘅陰白骨中間係個骨頭，壓縮。到我哋陰白骨啲中間咧幾粒骨頭，所以我哋咧眼神合起來，樹棍合起來，天天咧樹棍打上去頭那聽到咧我上去，下來時間要下來下再啱數，頸頭表上來，頂一拳再下來，再合起來，再有個觀眾朋友講我表喺底下。按顧我樹棍無法度合起來，可以要做同觀眾朋友做示範講合唔起嘅唔怕，我可以按嚟做，按我嘅樹無法度變到頸頭嘅中間。無法度變到頸頭中間，變到哪？我可以變到我哋嘅頸頭嘅身向。表喺到鏡頭嘅身向，也係可以做嘅安尼。過來向後邊嘅我係用樣樹棍表喺鏡頭嘅身向，嘛係可以講做到我哋呢陰白骨嘅中間嘅幾個骨頭，可以壓縮到我哋陰白骨兩片中間嘅表上。所以也係做同觀眾朋友做嘅示範講我哋做唔到時間，我可以做得到哪一程度，所以亦可以講天的動作就講我哋樹長嘅搖嘅好，樹棍唔會表下，唔會表下好，所以講都搖嘅好，那可以講我哋呢發通，在天嘢呢我哋都表喺下肢骨好，表喺下肢骨好，我哋做嘅時間呢就會講我哋按嚟順順嚟轉。內面都轉過來對頭上，再轉對後背。第三個動作呢，我哋係做得到，表喺到頸頭行，表喺到頸頭中間，
表唔到中间，我哋可以表喺到成效，所以表喺到中间。我哋在做嘅時間咧，像樣講啊，我哋咧樹棍合潮，樹棍合唔潮嘛唔怕，我哋都可以安尼送上去吼，係可以合潮，盡量合潮嚟。上去嘅時間下最啱一定要先數，變下來，也係第三個動作。觀眾朋友，我哋嚟同觀眾朋友嚟聽，我哋嚟做連續動作。連續動作咧就有三個動作吼，第一個動作就會講啊，我哋插個腰嘅吼。觀眾朋友頭先所做嘅係火箭去做，觀眾朋友聽我哋好好來做，對我哋嘅心臟有幫助。希望觀眾朋友明日有個動作嘅明日都可以做，我哋下一次那來了。